我看八月平得奇怪，那头牛有花水平，花水好点。以前小孩子们各在一起，倒不怕什么。是啊，事情，唉，林姑娘是个有心的人，至于宝玉不比爷你是有的，但自杀把他们隔离开了，岂不倒入了寒间？像我们这样神家，孩子们实在这种心思，叫外人知道了，脸上多不光彩。老太太，依我看啊，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，还是观察去宝玉成了亲，以免得闯出什么祸来，说不定冲一冲喜，病也就好了。是啊，宝兄弟自该认清了。我也曾想到这一层，我们娘儿俩先来下计，再与真儿商量。老爷说要挑选媳妇，就请老太太做主。不过老爷有事，此媳妇要死得前位，才能与相夫成妻光门楣。说的是啊，我曾留心过才女，可惜才女在女儿，举止平通都不亏皮，可是抱他心文成。文从对照真品味，老师说的对呀，一个君主，一个宝玉，真是天配的姻缘哦。老太太，我的心里也是这样的想。林姑娘三十有貌有才，只恐怕多愁多情不问情。那宝丫头啊，再用千杯有妄想，应该官报有十分情，可不是吗？林姑娘好再好，只是养在美人生儿，经不起公开疾苦。这是那宝姑娘啊，更有金珠开宝玉，是一代天生的名脸，能知家务万事定如来保佑父为前。宝丫头倒是还人心意的，宝玉是死了他，说不定病也好了，他就真到了。老太太说的是，既然你们都说宝丫头好，我的旨意也随听了。老太太，是奴才为宝玉的病设下担忧，故而在外面偷听了一回。奴才有话禀告老太太。快讲。起来说吧。是，这话奴才本是不敢讲的，现在
红尘一生平，水里梦里不相忘。神奇的四绝一曲玩笑话，他听起万物千层浪，事情啥子是情事，这恐怕呀，怎样？这天塌的胡子他也会唱，倒不是一山落雨天在上，老太太南皮旁子掐里旁。要是真有些事情，只知道宝玉停下宝钞，倒帮生出什么事来呢？林丫头倒也怕了，我担心的是宝玉。是啊，宝玉是像上一回那样闹起来呀！哎呀呀呀！是啊。这倒叫人难了，难倒不难，我倒有个主意。海家是，慢，方才听到的话可不准传出去，这追流风声，当心撕烂你们的嘴。你这官司嘞，有困啊，只有用一个调包的法子。调包？另一条朱两文调包句，再一个历代老将敲击关，到那时红盖的都是病奶奶，无病人可用四卷好呀吧，再保佑。才是自的林妹妹，把真情看恰满一番，这能问得过吗？老祖宗，等到那酒来人也呀他，生米之本说明一番，问报他要紧山来摆不了脸，鸳鸯身上的不难。